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，黄萝卜炖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，紫萝卜炖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，蓝萝卜炖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，黑萝卜炖完红萝卜炖，红萝卜。为什么你只说黑萝卜不说粉萝卜？我是粉萝卜，因为大家都没说粉萝卜，所以我也没说。我说我就打你！别打呀，别打呀！啊，别跑！小祖宗们！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巧儿，你怎么回事？太子殿下要是摔出个好歹来，你的小命别想要了。强公公，巧儿知错了。巧儿，你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奴婢没事，是奴婢差点害您摔倒的。有一次母后崴了脚，父皇就是这样帮她揉的。太子殿下，万万使不得啊！您真是折煞了奴婢了。太子殿下，您先起来吧。母后说了，男子汉对待女孩子要有绅士风度。巧儿，你还有什么小姐妹呀？把她们都叫过来，明天咱们一起来做游戏。7号，母后，皇后娘娘，浩儿，跟我进屋。7号啊，儿臣知错了，再也不敢跟小宫女们嬉笑玩耍了。我不是想说这个，我是想说啊，这一切都是基因惹的祸呀。你这点啊，算是随了我了。随您？浩儿，你现在走的这条路，你妈我是再了解不过了。再这么玩下去，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一个男人，就应该像你父皇那样。母后，这些话你都已经说过无数次了。您说过要以学业为重，可是儿臣功课都做完了，不信您过目。母后，儿臣哪里做的不妥？没有没有，你做的批注简直太牛叉了。浩儿，你确定这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做了多久？早晨送来之后，儿臣2个时辰就批完了。浩儿，就凭你现在的学识、见识，还有思维方式，